多谢明咱来看伫台南的消息。进前有一个泰国的查某囡仔叫柯欣来台湾游览，并且伫 YouTube 呢分享伊伫台南发生一件讲起来真闹气的代志。伊讲伫半路看到一间建筑物真神妙，所以讲就真虔诚伫拜拜。不过边仔少年人呢，台湾的少年人看伊安尼，愈看愈唔对，伊感觉发现讲原来是将这个台南的病院认定是这个寺庙。这个影片引起热烈的讨论，是讲台湾的网友嘛有甲安慰，讲其实就算是台湾人。 嘛，不一定知影讲，这间是病院，也有人一开始是将台南病院当作是殡仪馆。YouTuber 泰国查某囡仔柯欣来到台湾旅游，拜访古都台南，分享家己发生这款闹气代。刚刚我就是看到一个建筑很像庙，所以我就拜拜嘛。然后有一个好像年轻人的台湾人就看着我，然后看着那个建筑，他就在看着我。 所以我就再看一个建筑，然后发现不是庙，是医院。边仔的人看伊是真奇怪，伊家己嘛笑讲真见笑，互伊当作是庙的，就是眼前的这栋建筑。这里我以为是庙。 这声真正是大误会，不过实际到台南病院来看卖，气派外观袂输是宫廷，还佫有牌楼，顶悬佫有幼路的雕刻，毋是在地人雄雄一看，佫真正的家己当作庙。很像庙啊，造型看起来就是寺庙的感觉。来的时候觉得那个造型蛮像的。 就有网友回应讲，当初佫掠准讲伊是殡仪馆，这款的误会实在是介合理。古都台南的特色是连病院拢爱有庙的气质。那讲到台南病院，其实真有历史，伊伫咧西元1896年创立，伫咧日本时代叫做台南州立病院，后来佫把改造成立台南病院，行政院卫生署台南病院，1802年配合改制变做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。那新起的高赞宫廷式医疗大楼，就是即卖门诊大楼，早伫咧1976年就开始使用。有强烈高度气质的病院，因为外观引起外国人美丽的误会，不过其实嘛袂少台湾人反省嘛无袂清楚。 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